點，就係耶穌每做一件事或者講一啲説話呢，都有人反對佢，喺第2章一開始，當耶穌醫好一個癱瘓嘅人，耶穌話：你個罪赦免咗啦。旁邊嘅人就批評佢話：呢個人係邊個？點能夠話你可以赦免人嘅罪呢？只有神可以赦免人嘅罪啊！跟住耶穌呢，就去到一個稅吏，一個收稅嘅人屋企裏面食飯。旁邊嘅人又批評佢：點解耶穌要同嗰啲罪人一齊食飯呢？因為喺猶太人嘅眼中，稅吏係罪人，實在佢哋都幾唔好，因為當時嘅收稅嘅制度呢，係包俾一啲嘅稅吏呢，佢哋去收，然後佢哋收齊之後呢，交俾羅馬嘅政府，咁往往呢，就有一啲嘅係貪污嘅情況。耶穌就話：健康嘅人唔需要醫生，有病嘅人先需要。咁第三件事呢，有人見到耶穌嘅門徒呢冇禁食，咁但係當時嘅法利賽人同埋施洗約翰嘅門徒呢都有禁食，佢哋又批評佢：點解你個門徒唔禁食呢？耶穌就回答佢話：新郎同在嘅時候呢，陪伴嘅人呢係應該好高興啊，唔應該禁食。咁啊，仲有下一次再講啦，仲有其他兩件事呢，都係耶穌嘅行為，耶穌嘅言論呢係被人所批評。所以呢一位主嘅僕人呢一位嘅義僕，當佢出嚟服侍嘅時候，佢就遇到人嘅反對。上一章第1章裏邊仲講到佢點樣嘅大有權能，點樣嘅動了慈心，醫好咗一啲嘅病人。但係呢一章佢就遇到咗反對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呢一個嘅題目就係耶穌基督呢一位至高嘅神嘅僕人，佢點樣嘅拯救罪人。有一個咁樣嘅少少嘅詩歌啊，就係一個童話故事書呢，出自於童話故事書，但係被引用啊，係形容一啲政治嘅情況。咁呢一首童詩呢，就係出自於呢一個鵝媽媽西方嘅鵝媽媽，一隻鵝嘅媽媽，鵝媽媽。咁裏邊有一首咁樣嘅幾行字嘅啫，咁啊有人翻譯，我覺得翻譯都非常之貼切啊。Humpty Dumpty sat on a wall. Humpty Dumpty had a great fall. All the king's horses and the king's men couldn't put Humpty together again。你話都唔押韻嘅，咁啊試下中文咯喎。矮胖子，矮胖子，矮胖子。我呢個廣東話嚇。矮胖子坐牆頭，栽了一個大筋斗。咁啊押韻啦啊！國王啊，齊兵馬，破鏡難圓就沒辦法，唔係好押韻。咁但係呢，呢個鵝媽媽嘅童話故事咩意思呢？即係你坐喺牆頭上邊嘅人要小心，一跌咗落嚟呢，嗰個矮胖子呢，好似個雞蛋咁樣係嘛？咁啊雞蛋如果跌咗落地呢，爛咗呢，執翻有冇用呢？都冇用咯。所以呢，坐喺牆頭嘅人要小心。咁啊後來呢，就有呢一個有人呢，用呢一個童詩呢，童話嘅詩呢，就去形容呢發生喺英國嘅一個政治嘅情況，就係話就無法挽救啦。某一個情況，即係話呢，如果我哋唔小心跌咗落嚟呢，就一發不可收拾啦，破鏡都難圓啦，冇辦法噶啦。咁有時我哋諗，我哋人呢都係咁樣，我哋都覺得自己我今生今世行錯咗一步，或者我娶錯咗你，或者嫁錯咗你，無法收拾啦咁樣。不過而家嘅人就有辦法嘅，就係又離婚嚇。咁但係行錯一步呢，往往呢就不可收拾。咁但係耶穌基督能唔能夠將我哋呢一個嘅破壞咗嘅、失敗咗嘅人生呢嚟到收拾翻呢？今日我同大家讀呢一段經文，剛剛Tommy 弟兄咁樣讀經呢，大家輪流讀，係咪覺得好好呢？大家都有參與，大家都知道讀到邊度？呢度呢講到呢三件事，第一件事係醫治呢一個癱瘓嘅人。
第二件事佢呼召利未。第三，有人問佢點解你個門徒唔禁食？咁耶穌回答呢三件事呢，一個係身體嘅疾病，一個係道德行為方面，一個係個宗教信仰方面。我諗呢三件事其實都好影響，好同我哋每個人有關係。耶穌基督係點樣嘅去解決或者去解釋人嘅呢三方面嘅問題呢？就係疾病、道德同埋罪疚或者宗教。喺呢方面，人有好多好多嘅困惑，但係耶穌嘅回答表面上睇起上嚟，佢只不過係回答緊嗰啲批評佢嘅人，而實在耶穌係嚟解決、嚟拯救世上嘅罪人。佢要幫我哋去面對呢幾個問題。第一，喺第1至到12節咧，耶穌嘅回答裏邊咧，可以歸納一句説話，就係你嘅罪赦免咗啦。第二就係當佢呼召利未跟從佢嘅時候，佢話我嚟係要召罪人，我唔係嚟揾義人。第三，當有人同佢問點解你個門徒唔禁食嘅時候，耶穌就講出時時被人引用嘅所謂新酒、新皮袋或者新布、新衣服呢一段嘅説話，咁一一同大家嚟到思想。首先，當時耶穌又去到迦百農，上一次喺迦百農呢，就係去彼得嘅屋企醫好咗彼得嘅外母啊，記唔記得呢一段呢？喺上一章，佢而家又翻去迦百農，當然佢個名聲已經遠播，好多人就嚟揾佢。耶穌就同佢哋講道，請留意耶穌嘅使命，耶穌嘅任務。雖然間佢醫好咗好多病，佢趕出到好多附喺人身上嘅鬼，但係佢主要嘅任務係傳福音，係叫人悔改，進入神嘅國度，接受佢嘅救恩。所以佢講道。到第13節嗰度，同樣地，耶穌去到海邊，亦係喺嗰度教訓人。所以佢嘅工作主要係傳福音，係傳道，而喺有需要嘅時候，佢亦都醫好人嘅病，佢行神蹟。佢主要出嚟唔係要表現自己嘅神蹟，佢主要係要傳福音，但係佢亦行神蹟。當時有太多人嚟聚集啦，嗰間屋已經坐滿咗人啦，冇辦法再有空位。但係當時有幾個人，有4個人，呢4個人有一個共同嘅朋友，佢係一個癱瘓嘅人，或者係已經四肢癱瘓，都唔能夠行路啦。佢哋抬佢嚟，希望耶穌嚟到醫治佢。佢哋好相信上一次耶穌醫好咗咁多人，我哋呢個朋友上次唔喺度，我哋要帶佢嚟俾耶穌醫好佢。第5節話耶穌睇到佢哋嘅信心。呢4個朋友係有信心嘅，佢哋心裏邊想，只要帶到耶穌面前，耶穌就可以醫好佢。於是佢哋抬呢個朋友嚟，帶抬嚟，弊啦，門口度度都坐滿晒人啦，冇辦法入去。佢哋想一個辦法，咁猶太人嗰啲屋呢，有啲個樓梯就喺外邊嘅，於是佢哋行外邊嘅樓梯上咗屋頂。佢哋又有辦法呢，係挖穿嗰個屋頂。以前個屋頂唔係好堅固啦，大概挖穿個屋頂，然後呢，用繩將呢一個嘅攤子連埋張被呢，個床鋪呢，咁樣將佢垂到耶穌嘅面前。咁樣嘅舉動當然係引起耶穌注意。耶穌見到佢哋嘅信心，但係好奇怪，耶穌冇話我而家醫好你，話你而家痊癒啦。耶穌話乜嘢呢？耶穌話：小子，你嘅罪赦了。耶穌，我而家嚟揾你係揾你醫好我嘅病，醫好我朋友嘅病，唔係叫你嚟講乜嘢罪啊。但係似乎耶穌將人嘅罪同埋人嘅病連埋一齊講，係唔係因為呢個癱瘓嘅人犯咗咩特別嘅罪，所以佢癱咗呢？我哋唔知道，或者係，但係耶穌似乎睇人嘅罪緊要過睇人嘅病啊！有時候我哋有病，我哋求耶穌醫治，
或者有啲唔信耶穌嘅人，佢有病，佢都求一求耶穌啦，或者耶穌可以醫好佢啦。但係喺耶穌嘅眼中，人嘅罪比人嘅病似乎更重要。喺詩篇103篇裏邊話，佢赦免我一切嘅罪孽，醫治我哋一切嘅疾病。如果我話我只要身體好返，罪與冇罪對我嚟講唔重要，到時先算啦。但係你要知道，人病咗好返之後咧，又會再病。有一日總有一場病就將我哋帶走咗，或者無災無病，我哋都會結束呢個生命。但係罪咧，聖經呢邊話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後咧且有審判。嗰個審判係冇辦法逃避嘅。耶穌話：小子，你嘅罪赦免咗。呢個就係所謂全人嘅醫治。耶穌唔係只係關心我哋嘅身體強壯與唔強壯，耶穌仲關心我哋係咪與神係和好嘅，我哋係咪犯咗罪同神係隔絕咗嘅。耶穌更重要嘅係傳福音，係叫人悔改。有幾個所謂文士在座，佢哋都嚟聽耶穌講，心裏邊諗呢個人點解咁樣講呢？佢講呢啲説話係僭妄嘅説話，即係咧褻瀆嘅説話，褻瀆神啊！邊個能夠話我赦免你？只有神可以赦免人嘅啫，你點可以話你赦免人呢？第8節話耶穌心裏邊知道佢哋心裏邊耶穌嘅心就知道佢哋嘅心諗緊乜嘢，就話你哋點解咁樣諗呢？你哋心裏邊點解咁樣諗呢？第9節有一個問題好特別嘅，佢話或者對癱子説你嘅罪赦免咗啦，或者對佢講你嘅病好咗啦，你拎起你嘅被褥嚟行走，邊樣容易啲啊？咁啊，梗係講赦免容易啲啦，係咪啊？因為你嘅罪赦免啦，咁邊個知道有冇赦免？冇人知。但係你話你嘅病好咗啦，你拎起你嘅被褥翻屋企啦，咁啊得就得，唔得就唔得噶咯噃，馬上就見真章。你話嗰個人好咗啦，冇好到啊，咁啊邊樣容易呢？咁啊梗係講你嘅罪赦免咗就容易啲啦，係嘛？你話你嘅病好咗啦就難啲。咁點解耶穌刻意要咁樣做呢？因為第10節，但要叫你們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。即係話，我話佢嘅罪得到赦免係真唔係真呢？你唔知啊。跟住嚟，我要話癱子，我吩咐你起來，拿着你的褥子翻屋企。12節話，那人就起來啦，立刻就拿着褥子攞翻自己張被就走咗啦。邊樣容易啲？耶穌話：你叫我講邊樣容易啲？我能夠叫呢一個癱瘓嘅人立刻起身翻屋企，就表示我前面所講嘅嗰一句，我話你嘅罪得到赦免係真，因為呢一個神蹟證明我所講嘅係真係有效嘅。所以耶穌係刻意咁樣做，係要先講小子，你嘅罪赦免咗。如果佢後來講嗰句説話，叫呢個癱瘓嘅人起嚟行走，呢個人唔能夠起嚟行走，咁佢前邊所講嗰一句你嘅罪得到赦免，或者都唔係真。但係耶穌所講嘅都發生咗啦。所以呢件事讓我哋睇到耶穌話你嘅罪赦免咗，就真係赦免咗。點解呢個癱子嘅罪會得到赦免？因為係主耶穌願意係赦免佢。呢個癱子嘅需要唔係淨係要能夠行路，佢更大嘅需要係佢嘅罪得到赦免。耶穌基督嚟係要拯救罪人。你話耶穌唔係嚟醫病嘅咩？係，但係醫病還沒有靈魂得救更重要。醫病，醫生都可以醫病，
所以世上有好多嘅醫生，有中醫，有西醫。當然有啲病就唔能夠完全嘅醫好，但係我哋逢係有病都可以揾醫生。但係犯咗罪揾醫生有冇用呢？恐怕要揾呢一位靈魂嘅醫生，揾呢一位救主先至有用。所以其實我話呢一章裏邊顯示出呢一位僕人，呢一位神嘅僕人耶穌基督，佢嚟係要拯救罪人，醫病係其次，但佢亦能夠醫好人嘅病。眾人都稀奇，歸榮耀俾神話，我哋從來冇見過咁樣嘅事。耶穌要俾人知道嘅就係佢可以赦免人嘅罪，佢要俾人嘅好處唔係只係身體好返，佢更要俾人嘅好處就係使人嘅罪得到赦免。或許呢個人係犯咗乜嘢罪所以癱咗，或許唔係，但係當時嘅人都相信人有病係因為犯咗罪。咁我哋今日基督徒係唔係每一個有病嘅基督徒都犯咗罪呢？唔一定。但係整體嚟講，人有好多嘅問題，有疾病嘅問題，係我哋個個人都經歷過，都感受到，但係唔係個個人留意到。其實每一個人，世人都犯了罪，所以耶穌更在意嘅係你嘅罪得到赦免。當我哋將呢四個朋友係比喻咗我哋自己嘅時候，或者我哋想幫助一個人，我哋介紹佢邊個醫生好，邊個人醫好咗我，還不如我哋將呢幾個人帶到呢個人係帶到耶穌嘅面前。有時候要傳福音俾一個人都要付出好多代價。你睇呢四個朋友咧都好辛苦嘅喎，將佢抬上屋頂喎，又要挖個窿喎，又要抬佢落去喎。所以耶穌就係欣賞呢幾個人嘅信心，見到呢幾個人嘅信心，然後就對嗰個癱子話：你嘅罪得到赦免。所以耶穌基督係點樣睇病嘅問題？耶穌唔係淨係只係醫人嘅病，耶穌更在意嘅係呢個人嘅罪有冇得到赦免。其次13節咧，第二件事咧，耶穌又去到海邊咧，眾人又嚟到聚集住嚟聽佢講啦。耶穌經過嘅時候，見到一個人叫利未坐喺稅關上，仲喺度返緊工，仲收緊稅。呢個利未咧嘅事情咧，喺馬太福音同埋路加福音都有講。其實利未咧就係馬太，利未咧你嗰個名就係馬太，就係馬太福音嘅作者馬太。佢就話：你跟從我啦，佢就起來跟從了耶穌啦。我哋睇上嚟好簡單一個動作，因為馬可咧都係唔會多費唇舌咧，佢係將嗰啲發生嘅事咧好快咁樣陳述出嚟。但係如果我哋比較一下咧，如果你睇呢一個路加福音嗰度嘅記載咧，呢一個利未咧，佢就路加福音5章28節嗰度話，佢就撇下所有的，起來跟從了耶穌。換句説話講，佢係辭職唔做，以後都唔做稅吏啦。咁咧做稅吏咧，其實係好有錢，因為咧後來佢屋企裏邊咧係請好多人食飯，請好多人食飯，介紹耶穌俾佢哋認識，介紹佢哋認識耶穌。但係我同大家講嘅重點就係話，耶穌話你跟從我啦，佢就放下佢個工作。佢離開嗰一個被人所討厭嘅嗰個係被人認為係罪人嘅工作，嚟到跟從耶穌。另外，路加福音嗰度仲係講到啦，當耶穌話健康嘅人啊，或者冇病嘅人係唔需要醫生，有病嘅人先至需要醫生。然後佢話：我嚟唔係呼召義人悔改，而係呼召罪人悔改。悔改呢兩個字喺馬可呢度咧就冇講到，路加就有講。所以話耶穌呼召一個人係呼召佢做咩事咧？悔改。有時我哋佈道會牧師呼召邊個人願意接受耶穌嘅到台前啊？其實咧係呼召佢哋悔改。因為我唔需要悔改，唔需要悔改就唔需要耶穌啦。就唔需要。當時有人批評耶穌話：點解有人同耶穌嘅門徒
講嘅，你嘅老師啊，同稅吏同埋罪人啊一同吃喝喎。喺當時嘅所謂法利賽人中嘅文士，即係唔係個個文士都係法利賽人，有啲文士咧唔跟法利賽嗰一派嘅，比較中立一啲嘅。咁啊，但係法利賽人當中嗰啲文士咧就話：你嘅老師同罪人、稅吏，咁啊罪人並稅吏有冇分別嘅咧？就有少少分別嘅，咁但係咧都係一類噶啦。點解佢要同佢哋一齊食飯？即係點解唔可以一齊食飯呢？因為喺法利賽人嘅文士嘅心目中，好人係唔應該同嗰啲壞人喺埋一齊嘅。我哋義人唔應該同罪人喺埋一齊嘅。點解耶穌同佢哋喺埋一齊呢？今日我哋都係一樣，我哋呢係遠離嗰啲唔好嘅人啊！我哋認為唔好嘅人，但係點解耶穌要同嗰啲唔好嘅人喺埋一齊呢？咁啊，請留意啦。曾經有個牧師咧，我聽佢講道咧，佢話咧：我係去酒吧嘅，我成日去酒吧㗎，我傳福音，佢哋飲酒，我係飲可樂啫嚇。咁當然啦，佢都要好有定力至得嚇。咁但係耶穌喺馬太或者利未嘅屋企食飯，又是為了什麼？因為喺路加嗰邊講咧，利未啊或者馬太係請耶穌食飯。係當佢決定跟從耶穌以後咧，喺路加嘅5章29節嗰度話，佢為耶穌咧係大擺筵席，就有好多人一齊嚟。點解好多人一齊嚟咧？因為馬可呢度話咧，因為這樣的人多，好多咁樣嘅人，所以咪好多人咯。唔係咧，阿利未咧佢中意咧係表現好闊綽，而係因為好多咁樣嘅人，所以利未咧決定跟從耶穌，就請大家食飯，叫晒嗰啲人嚟。法利賽人當中嘅文士係採取一種嘅遠離佢哋，同佢哋分離嘅態度，而耶穌咧係去呢個人屋企食飯。點解去？因為呢個人願意悔改，因為呢個人願意跟從耶穌，願意離開嗰個唔好嘅工作。一個真心悔改嘅人，佢必定係有所改變，佢嘅生活方式會有改變。佢自己知道佢唔應該做嗰個工作。另外一個當時有一種人叫稅吏啦，後來有一個稅吏咧叫做撒該，佢都悔改，咁佢就話我以前過邊個咧，我還翻俾佢，呢叫悔改。悔改唔係即係話我就要耶穌嘅永生，我就要入天國。咁你有冇悔改呢？你肯唔肯悔改呢？當時耶穌呼召呢個人係呼召呢個人悔改。當然後來利未都成為佢嘅門徒之一啦。然後耶穌話：看見嘅人用不着醫生，唔需要悔改嘅義人係唔需要耶穌。佢話：我嚟唔係召義人悔改，如果你係一個義人，你唔需要悔改，我係召罪人悔改。咁有冇基督徒唔係罪人嘅呢？唔好話基督徒，世界上冇人唔係罪人，因為世人都犯了罪。喺列王記裏邊話咧，世上沒有不犯罪的人。創世記嗰度又話咧，人從小時候就懷着惡念，所以其實咧係沒有不需要悔改的義人，只有嗰啲認為自己唔需要悔改嘅，自己以為係義人嘅義人。但係顯然利未佢知道自己係罪人，佢需要悔改，佢跟從耶穌。耶穌話：我嚟係揾罪人。所以邊個人願意悔改，邊個人承認自己係一個罪人，佢就有資格去接受耶穌，去跟從耶穌。然後第三件事，一個係身體上有殘疾嘅人，一個係道德行為上被認為係罪人嘅人，佢哋嘅人生都因為遇到耶穌咧，係重新收拾好，重新係有一個新嘅開始。嗰個攤子攞起自己張被翻屋企，呢個利未離開咗佢嘅工作就係跟從耶穌。第三，而家咧由第三件事，第18節嗰度話，當下約翰的門徒，即係施洗約翰的門徒，
呢一批門徒冇因為施洗約翰嘅介紹咧嚟跟從耶穌，佢哋仍然保持一個身份，我哋係施洗約翰的門徒，我哋唔係耶穌的門徒。咁啊，仲有另外一批人就係法利賽人的門徒。18節嗰度話，約翰的門徒和法利賽人的門徒都禁食嘅喎。禁食即係唔食嘢。大家有冇睇過新聞啊？前幾日咧喺某一個國家裏邊打足球賽咧，嗰個裁判突然間吹雞暫停，因為要食嘢。點解你冇食嘢嘅咩？冇食嘢，因為日頭你要禁食啊。佢哋個宗教咧叫日頭要禁食。咁而家哇踢下波，嗰啲觀眾個個攞嘢出嚟食，點解咧？因為日落啦嘛，可以食嘢。咁你哋食嘢，我哋未食嘢，要踢波好辛苦，暫停，裁判吹雞暫停，個個一齊食咗嘢繼續踢。咁啊成為咗新聞，都幾有趣啊！咁啊猶太人咧就有禁食嘅習慣。點解禁食咧？其實喺舊約嘅聖經咧，律法書咧有規定禁食。一年幾多次咧？幾耐要一次禁食咧？咁喺律法書裏邊咧就只有一年一次，就係贖罪日。贖罪日咧，猶太人就禁食一年一次。咁但係後來嘅所謂比較虔誠嘅猶太人咧，或者法利賽人咧，佢哋就定規一個禮拜都要禁食2次，禮拜1又禁食，禮拜4又禁食。咁就表示一個人咧係虔誠。咁而家一個問題啦，佢哋問耶穌：點解我哋施洗約翰個門徒禁食，法利賽人禁食？咁啊禁食係咪好開心嘅咧？禁食都唔係好開心，因為就係肚餓啊嘛嚇，肚餓咧比較憂愁。咁啊有咩作用咧？就令你啊係懺悔自己嘅罪啊，或者係祈禱神嘅憐憫啊等等。點解耶穌你唔叫你嘅門徒禁食啊？點解唔好似我哋咁虔誠啊？咁耶穌嘅答案係咁喎，19節嗰度話，耶穌對佢哋話：新郎同埋陪伴嘅人，即係嗰啲伴郎啊或者賓客咧，喺埋一齊嘅時候，陪伴嘅人點能夠禁食咧？咁咧曾經係施洗約翰咧，佢亦都咁樣嚟到形容耶穌咧，就係嗰個嘅新郎。約翰福音第3章29節嗰度話，約翰福音3章29節，施洗約翰咧係咁樣講嘅。佢話娶新婦嘅係新郎，新郎嘅朋友陪伴嘅人啦。新郎嘅朋友站着，聽見新郎嘅聲音咧，就好喜樂嚇，戥佢高興。故此咧，我呢個喜樂滿足啦，他必興旺，我必衰微。施洗約翰係咁樣講，即係話施洗約翰話：我唔係新郎，耶穌係新郎，我係陪伴新郎嘅人。我見到佢咧，我好喜樂，好開心。他必興旺，我必衰微。好，而家耶穌就用施洗約翰嘅説話，佢話新郎同陪伴嘅人喺埋一齊，陪伴嘅人係唔應該禁食㗎。今日請你嚟飲啊！對唔住，我嚟飲，但係我禁食。咁你唔好去啦，係嘛？你話我禁食，但係咧我嚟恭喜你啊！我坐低個個11個人一圍台食緊嘢，我第12個人我唔食啊，我禁食。咁係唔應該係咪？所以如果你請我食飯咧，我係唔會禁食。如果我禁食咧，我係唔會同你食飯，係咪？唔好坐喺樹，你哋食啦，你食啦，我禁食。咁耶穌就話：新郎同埋你喺埋一齊嘅時候咧，你豈能禁食咧？新郎還同在，他們不能禁食。顯然耶穌係話：我係嗰個新郎，我嘅門徒係陪伴嘅人。而家我喺度，佢哋唔需要禁食，佢哋好喜樂，佢哋好喜樂。而家大家一齊歡樂，但係20節，但日子將到，新郎要離開他們。呢個離開呢，喺原文嘅意思係被帶走，即係話耶穌要被人帶去釘十字架嘅時候，那日他們就要禁食。所以禁食係適當嘅，
係有原因嘅，係可以繼續去實行嘅。當然禁食嘅意義喺贖罪日嚟講係一個悔改，係一個認罪嘅日子，所以佢哋禁食係想到自己對神嘅虧欠。猶太人一年呢係有規定有一日咁樣贖罪日，那日他們就要禁食。但係今日，當主耶穌在地上同佢個門徒喺埋一齊，係唔需要禁食。但係點解法利賽人嘅門徒同埋施洗約翰嘅門徒要禁食呢？因為佢哋喺嗰度禁食係等候住佢哋嘅救恩，等候住神嘅赦免嘅來臨。而耶穌基督就係神嘅救恩，就係要贖我哋罪嘅，所以我哋唔需要再苦苦嘅等待啊！意思係咁樣，因為新郎係已經喺你哋嘅眼前啦。但係佢哋當然唔明白。佢哋以為一啲宗教上邊嘅行為，一啲表示虔誠嘅動作，禁食可以得到肯定或者得到神嘅稱讚，但係佢哋忘記咗，或者佢哋唔知道，其實神預備咗嘅救恩赦免，佢哋呢一個有罪嘅生命，神係要將佢哋嚟到救翻嚟。所以前邊有一個身體有病嘅人，後來有一個道德行為唔好嘅人，如今有一啲心裏邊有罪疚嘅人，有病嘅人俾人抬離，嗰個道德行為唔好嘅人俾人話佢係罪人，佢自己都知道。如今呢一批門徒、法利賽人同埋施洗約翰嘅門徒，佢哋用禁食嚟到刻苦己身。但係佢哋唔知道耶穌要將佢哋嘅人生嚟到改變，所以耶穌話：新郎同在嘅時候，豈能禁食呢？咁今日嘅教會當然係亦都有禁食禱告，係有其他嘅原因，有其他嘅作用。但係喺當日，當耶穌喺地上嘅時候，佢個門徒唔需要禁食。然後耶穌講出一個非常之重要嘅道理，同我哋都有關係。21節嗰度講到新嘅布、舊衣服。咁我哋去買衫嘅時候咧，以往啲衣服咧就冇而家咁完善嘅一種安排。我哋有冇買衫嘅時候問呢件衫係咪 pre-shrunk 係嘛？有冇縮過水啊？如果未曾縮水，你買翻屋企咧，一浸水變咗好細件，有冇試過啊？而家通常都唔會，而家嘅衫通常都已經縮過水㗎啦。唔會話一洗咧就變細咗，但係以往係會噶嘛，以往冇咁好嘅。沒有人把新布縫在舊衣服上，舊衣服咧就係縮過水㗎啦，係咪？咁啊新布真係未縮水㗎啦，將嗰塊未縮水嘅布新布咧就縫喺嗰個縮過水嘅舊衣服上。大家如果唔信咧，翻屋企試下啊！如果你揾到一塊布咧未縮過水嘅，然後揾一件舊衫咧，剪個窿啊！即係唔要嘅衫啊嚇，咁啊將佢縫上去之後咧，然後浸落水，睇下嗰塊新布縮水嘅時候，會唔會扯爛嗰件舊衫？沒有人把新布放在舊衣服上，恐怕所補上的新布咧就帶壞了舊衣服，破的就更大了。你以為用塊新布嚟補件舊衫就補翻個窿，結果一洗嗰塊新布一縮水。你舊衫就冇縮到水，因為已經縮過水啦，就反為爛咗。耶穌就係咁簡單嘅意思，即係新舊係難合。耶穌唔係將我哋嘅人生啊補翻，耶穌係要俾你新嘅生命。我哋以為我信咗耶穌咧，我嘅生命裏邊嘅嗰啲窿咧就補翻，唔係補翻，係俾一件新衫嚟。第22節，也沒有人將新酒裝在舊皮袋，恐怕酒把皮袋裂開。咁新酒又點樣會將舊皮袋裂開呢？因為新酒咧即係未曾發酵夠啊，未曾發酵。當佢發酵之後咧，佢會變多咗或者變大咗。嗰舊皮袋咧係冇彈性嘅，因為已經經歷過好多次啦。舊皮袋冇彈性，咁新酒喺裏邊咧就將個舊皮袋咧就
扯爛咗，就係咁樣。所以新酒咧就要放新皮袋，舊酒咧就放舊皮袋。嘅耶穌意思就咁簡單，意思就係咩咧？就係話你唔能夠用舊嘅觀念、舊嘅宗教觀念，用舊約，你要接受新約。耶穌唔係話補翻一個窿，耶穌係俾一件新嘅所謂義袍。我哋今日係披戴基督，耶穌係俾我哋一個新嘅生命。所以信耶穌唔係改造人生，信耶穌係重生，係新生命，係耶穌俾一個新生命嚟，而唔係話我今日信耶穌咧，我就改變呢樣嘢，改變嗰樣嘢。你好努力、好刻苦咁去改變，恐怕都唔一定成功。但係哥林多後書5章21節嗰度話：若有人喺基督裏邊，佢就係新造嘅人，舊事已過，都變成新的了。耶穌基督同尼哥底母話：你必須重生，你冇重生，你就唔能夠見到神嘅國度。所以係重生，係新生命，係 born from above， 而唔係將嗰個舊嘅生命點樣去改造。改造唔到。沒有人將新布縫喺舊衣服上，沒有人將新酒放喺舊皮袋裏邊。如果我哋嘅所謂宗教觀念係一個僵化咗嘅，係冇咗呢一個嘅接受嘅能力嘅，就係舊皮袋。所以求主幫助我哋，耶穌基督嚟解決我哋唔單止係疾病，唔單止係道德上，還有就係我哋內心嘅罪疚感。我哋以為宗教可以救我哋，其實耶穌唔係俾我哋一個宗教，耶穌係俾我哋一個新嘅生命。有一個細路仔，佢出去出邊玩翻嚟嘅時候，個手好污糟，右手咧好污糟。媽媽問佢：點解你個右手咁污糟？係我出去玩泥，你個左手乾淨。好啦，媽媽問佢啦：咁你點樣整乾淨你隻右手先可以食飯？佢話：我仲有隻乾淨嘅手，我用乾淨嘅手整乾淨嗰隻污糟嘅手，得唔得呢？唔得，因為當你用乾淨嘅手去整嗰一隻抹乾淨嗰一隻污糟嘅手嘅時候，你兩隻手都污糟咗。其實呢個故事好簡單，就係人不能自救，人不能救自己脫離罪。耶穌基督話：我嚟係要呼召嗰啲肯悔改嘅罪人，或者照聖經所講，我來是呼召罪人悔改。如果我哋唔覺得自己係需要悔改，我哋都唔需要主耶穌。但係佢嚟係要揾罪人悔改。我哋以為我哋嘅病係最嚴重，其實你嘅罪更嚴重。所以耶穌話：小子，你啲罪赦了。然後耶穌先至醫好佢嘅病。嗰啲人以為利未一個罪人，但係耶穌卻係呼召佢悔改。嗰啲嘅法利賽人嘅門徒同埋施洗約翰嘅門徒，以為禁食刻苦自己苦苦嘅等候，其實救恩已經喺佢哋面前，佢哋應當接受耶穌做佢哋嘅救主，成為一個嘅新人。我哋唔能夠用自己嘅手去救自己，否則兩隻手都一樣係污糟咗。唯一嘅答案就係耶穌基督，佢作為主嘅僕人嚟到世上，佢要拯救罪人。或者今日我哋嘅問題係身體嘅健康，又或者我哋嘅問題係道德行為，又或者我哋嘅問題係內心嘅罪疚感、時時嘅自責。但耶穌嚟，佢要解決最嚴重嘅問題，最重要嗰個問題就係罪嘅問題。耶穌能救我哋。我哋一同佢禱告。慈愛嘅天父，我哋多謝你，讚美你。最後當我哋站喺聖潔嘅神你嘅面前，我哋就知道我哋何等需要耶穌嘅寶血洗淨我哋一切嘅罪。最後我哋多謝你，因為你能夠俾我哋一個清潔嘅良心，叫我哋侍奉永生嘅神。最後叫我哋羨慕呢一個嘅新生命，叫我哋未重生嘅人
可以因為接受主耶穌基督而得到重生。最後叫我哋已經蒙恩得救嘅人，能夠多多嘅宣揚耶穌，你嚟係要呼召罪人悔改，你願意將新嘅生命賜俾凡相信你嘅人。求主聽我哋禱告，求主將你嘅話放在我哋心中，奉主耶穌嘅名。阿門。